拜一到拜三，中国伫浙江、福建以东开7个空气保留区，可能是要军演。咱国防部是已经成立应变中心。韩国总统尹锡悦发布戒严，涉嫌大乱罪和罪出境，不过单协案无通过，10多万人去国会门口抗议。叙利亚阿塞迪政权倒台，因为反抗军去互西方国家列做恐怖组织，未来政治状况要搁爱注意。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陈怡晶。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总统赖清德出访南太平洋3友邦，返来台湾了后，中国是随互弹药甲出随有动作啊。今日开始到拜三，中国伫咧浙江、福建以东拢总开7个空气保留区，目前还未当确定中国是毋是搁要启动联合大检演习。那看今年520赖清德总统上任了后，中国就发动第1届的联合大检演习。那第2届是伫咧双十大典过后，这回反省就是第3届啊。就惊中国大规模军演，咱的国防部是已经成立应变中心，启动备战操演，军方也和海巡合作应对中国出头。3架中国海警船车辆被发现滞留，入到东北东方海峡，海巡巡防舰一队去监控，各完成应变中心开设。车到各有4架海警船驶入台湾西南海峡，虽然无进入南进限水域，海巡保持警戒，全程监控。国防部车到中途发布新闻稿讲，中军车到甲12伫浙江甲福建以东一带空域开设7个空域保留区，加整合中军东部战区、北部战区、南部战区军舰面对甲海警船，伫台海甲西太平洋执行远海巡航行动。国防部已经在上午完成应变中心开设，因应共军的相关行动，国防部同步启动备战操演，依据敌情威胁状况，在战术位置实施演练。几班战车出现伫桃机原部署台北馆头前，国军启动战备操演高度戒备。中军公布的7个空域保留区，无正做未来模式，是毋是会启动联合利剑及控制数次军演，也毋知影。毋过，甲5月联合利剑 A、10月联合利剑 B， 以东部战区为主的军演形态无同。专家分析，即摆机舰规模更较大，主要伫回应赖总统出访甲过境美国属地。毋过，肯定国军主动公布精干整力量，展现警察协助能力。当中国大陆的军机从福建一线的机场降，其实我们也都掌握得到了。中国的演习不只是演给台湾看的，更多的是演给我们叫中国大陆内地的群众看。路透社报道，中方目前伫台湾周边海峡、甲东海、南海部署差不多90只海军甲海警船，其中2/3是军舰，规模超过联合利剑 A、B。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7次佫强调，驻台自古防卫政策无变。It means drawing on every tool that we have, consistent with our long-standing policy, to provide Taiwan with the self-defense capability it needs. 咱向美国买 M1A2T 战车，地配38台，安装这个月到台湾，传出由军方委托的国安轮运送。到台湾了后，会由南部港口进关。记者综合报道。有一个美国籍的记者伫社群平台刊文，讲这个月初2，一只挂香港旗仔的民间货船中和轮停伫咧台中港。不过，其实这只船捌参加过中国军队演练。咱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咱的单位有上船检查，无发现异常。未来会讨论看敢要修法，防止中国军方透过民间的商船试探咱台湾的军情。中国官方媒体央视2日前8报道，中军特种部队动用民船，将6只独吉舰藏入船舱，到目的地了后，搁将独吉舰对调到海面上，以道理作战。画面中的这只香港民用货船“东和轮”，和我这驻台记者何贵心亚了，这个月初2停靠伫台中港下会。它主要是以零件为主，航港局这边认为说没有什么问题。我们都是保持着君子的这样子的一个态度，里面有藏了什么武器啊？那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国安的一个漏洞。根据了解，东和轮主要载运零组件，12月初3暗到台中港下会，有计初7离港，也毋过因为海上风险伤大，伫港外停靠区拍定点2天，到初9早起才离开。因为这只船背景敏感，互入去之期，中国恐惊透过上层设备，所以台中港布局较动态。它上面一定有所谓的记录器吧、摄影机吧。商船停靠在港口边，我就能够很明确的掌握你整个台中港的布局，还有你的闸门，
你的船只、你的人员怎么走动？台中港务分公司表示，即接阵依法庭扩社会，这个期间无任何异状，海巡署安检人员也伫长河轮出入港的时上船检查，船顶有19名中国船员无异常状况。不过今年已经发生2件中国籍10人偷渡上岸事件，也有中国籍货轮亚洲客航扩大亚流超过1个月，差一点仔造成生态危机，和外界烦恼，这敢是拢是中国的无法投降计划。在中共，他强调所谓的国防动员舰的这个扩大运用情况，我想台湾对于这些商规军用的船只就需要特别的留意了。那我们也会跟国安单位来洽询，说如果我们在这个香港法的部分有需要做修正，就做修正。交通部长陈世凯强调，未来1礼拜内会甲国安单位协商，希望会当建立相关的政治讲话平台来讨论敢有修法应用的必要。记者综合报道。今日有啥物重点新闻？来看新北新庄有一对翁仔某，73岁老先生未堪登记照顾破病有水脑症的牵手，抓个牵手为14楼淹落去，牵手当场死亡。这个老先生事后去自首，警方嘛依照杀人罪嫌甲上班。来看台北内有一对母仔囝去互诈骗投资超过1200万讨袂倒来，佮用厝贷款100多万落尾行底路。团公司才捌报警察，警方煞甲敲死，佮无同理心，即阵是记过处分。高雄捷运台北地站有4个查甫人骑铁马为楼梯冲落来，佮伫捷运站走来走去，真危险。捷运公司表示，伫捷运站骑铁马违反大众捷运法，上重会当罚7500块。再来关心国际新闻，顶礼拜韩国总统尹锡悦向发布戒严，韩国法务部今仔日甲尹锡悦限制出境，针对内乱罪来调查。按照建议戒严的前国防部长金良显，昨是去互检方以叛乱罪嫌抓起来。南韩检方初白宣布，已经紧急逮捕前国防部长金良显，罪名是涉嫌叛乱罪。迄天伊主动去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接受调查，检方当场查扣伊的手机啊。根据了解，金良显捌向总统尹锡悦建议戒严。尹锡悦向公宣布戒严，顶礼拜单行案落尾受赞成票无通过条件，不过即马当面临检警的调查。上大的在野党共同民主党提告提出叛乱特别起诉法，由特别检察官调查敢有构成叛乱罪。若交付国会表决通过，尹锡悦就无权否决。 아니면 즉각 탄핵되어야 합니다. 오는 12월 14일 우리 민주당은 국민의 이름으로 반드시 윤석열을 탄핵하겠습니다. 迄一天，执政党的党魁韩东勋甲国务总理韩德洙见面，会后讲尹锡悦为即时开始到卸任进前，未搁再处理包括外交在内的国政事务。执政党续来嘛会推动，予伊提早卸任。不过国会议长有关系，认为总统职权由总理甲执政党共同行使，明显违宪。 권력은 대통령 주머니 속에 있는 것이 아닙니다. 그 권한의 이양 역시 대통령 임으로 정할 수 없습니다. 헌법적 절차에는 참여하지 않은 채로 그 누구도 부여한 바 없는 대통령의 권한을 南韩政大最近发生的代志嘛，冲击经济。副总理兼企业财政部长崔尚武已经调集经济相关部会首长开会，讲会采取一切手段来消除经济无确定性。 필요시 상황별 대응 계획에 따라 가용 수단을 총동원하여 과감하고 신속한 조치를 취하겠습니다. 目前包括2025年预算案也未批准，政批法等等关键的法案也在讨论。崔尚武呼吁国会都要赶紧决定明年正常预算，来稳定经济，得到国际信任。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 顶礼拜六，韩国国会发动总统尹锡悦的弹劾案，因为执政党唔投票，这落尾弹劾案是无通过。百姓当咧放火头，有10多万人去国会门口抗议，希望国会搁再推动弹劾。而且伊嘛放调讲要示威，一直到尹锡悦落台为止。 民众伫首尔国会大楼外对音乐致摇，这毋是歌星团体伫演唱，是民众示威要求国会弹劾尹锡悦落台。 韩国国会礼拜六表决总统尹锡悦弹劾案，到尾因为执政党国民力量集体离开议场无通过，迄天场外民众拢表示失望。 개헌령 선포를 해서 이렇게 저희 민주주의를 처참하게 망가뜨리는 윤석열이 너무 악덕스럽고 참을 수 없는 분노로 인해서 여기 나오게 되었는데요. 저희는 끝까지
윤석열이 탄핵되고 김건희 특검 그리고 국민의힘이 해체될 때까지 이 집회에 꼭 계속해서 나올 예정입니다.议案表决即天，至少有15万的民众伫国会外示威。活动主办方甚至表示，参加者有100万以上。虽然到尾单协无通过，礼拜也是有真侪民众继续参加公开集会。现场有播放流行音乐，民众嘛对音乐敌人荧光棒。现场的气氛真激情，暗过无悲情。亲像代表南韩民众对目前的政治情势也无放弃希望。拜早起有报道啊，民众搁再出现公化门附近，大声喊出对温室活的不满。反对党共同民主党已经宣布10时会阁提出弹劾案，为着民主甲人民的胜利奋战到底。韩国的高位攻击者犯罪搜查处嘛已经下令对温室活限制出境，以利后续进行调查。不过温室活是毋是会互人弹劾落台，爱看执政党国民力量是毋是倒来到国会投票，也甲人民示威敢有法度对这议员造成真大压力，这拢是重要的关键。公视新闻由派准编译。叙利亚内战超过13年，反抗军11月底发动攻势，拍入去首都大马士革，即马甲独裁政府阿塞德政权车互倒。反抗军这回是安怎伫咧12天内改变局势？那叙利亚自此以后，敢就是天下太平咧？叙利亚阿塞德家族独裁政权自1970年到达统治54年，2011年开始受到阿拉伯之春的影响，百姓起义，分做无共派系，和政府军对抗。久长来，罗西亚甲伊朗、黎巴嫩的真主党拢支持这叙利亚政府军。内战造成58万人死亡，几600万人离开国家。尤其是少年族群，为着卖替独裁政府做兵，嘛逃走出境。这2年国际无平静，俄乌战争以下冲突，罗西亚和伊朗拢无用战术走袂开卡，对叙利亚资源都放冷啊，互反抗军顺利引导政府。接受民众热情欢呼，叙利亚反抗军沙姆解放组织领袖乔拉尼，车背伫有指标意义的奥米亚大清真寺，以本名下拉发表演说的时指出，这是一场历史性的胜利。هذا النصر يا اخواني تاريخ جديد للامه الاسلاميه باكملها. هذا النصر يا اخواني تاريخ جديد للمنطقه. 沙姆解放组织虽然互西方政府宣布是恐怖组织，也毋过多年来一直想要改变形象，车被反抗军攻入首都大马士革，大陆出现民众有人行阿拉伯之春起义时的革命旗啊庆祝。专家分析，统治叙利亚54年阿萨德政权，短12天来得方杀倒，主要原因有政府无能、失去民心，加上罗西亚甲伊朗分别因为俄乌战争、甲以色列打击真主党、甲叙利亚境内几啊个伊朗驻军，互两国对叙利亚军援力度减弱。It has these implications for sure. On the short term, Iran and Russia have been weakened because Assad has been their, main ally in Syria for decades. That is certain. 而且因为反抗军推进速度紧，国际强权也未覆盖入阿塞德政权，就已经杀倒。根据路透社报道，反抗军大约6个月前就已经向土耳其通报一摆袭击机会，也认为得到稳准。大马士革市区民众杀倒阿萨德当场庆祝，总统府甲阿萨德的住所拢遭抢劫。50 سنة من الظلم والإهانة والفقر وقطع الكهرباء والمي وما رح زيد أكثر من هيك. الحمد لله بعد 50 سنة قدرنا نشيل عائلة الأسد من الحكم وإن شاء الله سوريا نحو الديمقراطية. 反抗军发声明指出，大马士革为下昼4点开始实施宵禁到过顿工的透早5点。同一个时间，以色列军方也对叙利亚戈兰高地非军事化缓冲区内5个城镇实施宵禁，要求民众唔通外出。公视新闻邓伟林编译。叙利亚阿塞德政权倒台，各界反应拢无共款。虽然这支反抗军沙姆解放组织去互美国甲英国一寡西方国家列作恐怖组织，不过因是一直想要改变形象。这届佮甲独裁政府倒台，欧美是拢真支持。不过未来政权的交接，敢就会和平顺利，还是会出现新的势力，就佮爱继续关注。
Бывший президент Сирии, уже бывший президент Сирии Башар Асад находится в Москве, получил в России убежище. Об этом сообщил ТАСС со ссылкой на источники в Кремле. 中东局势传出互全球意外变化，将款超过50年的阿塞迪家族，因为沙漠解放组织的攻击，政府军真紧就拍输，阿塞迪交出政权，规家伙啊流亡海外。阿塞迪政权属伊斯兰什叶派分支阿拉维，长期伊朗的支持，嘛甲伊朗共同挺真主党，甲中东地区的逊尼派是死对头，嘛甲以色列对立，是欧美阵营甲逊尼派共同的敌人。所以虽然这届成功杀到阿塞迪政权的沙漠解放组织，先后伫2018至2020年，和西方阵营嚟做恐怖组织。不过欧盟甲英国也是强调，独裁者阿塞迪倒台是叙利亚走向民主自由真好的机会。但是约旦、沙烏地等逊尼派阿拉伯国家反应是相对保守，呼吁各方避免动乱甲流血冲突。同款属于逊尼派的阿富汗塔利班是明白拥护沙漠解放组织。希望因会当建立稳定的新政府。阿塞迪政权长期甲罗西亚正好，伫2015年要求罗西亚军队进驻叙利亚，协助对抗反政府武装势力。当叙利亚变天的消息传出，乌克兰政府发表声明，强调瓦克普廷的政权一定原来会互反背。甲叙利亚敌对的以色列嘛指出，阿塞迪倒台是以军的功劳。This collapse is a direct result of our forceful action against Hezbollah and Iran, Assad's main supporters. 对这个情势发展，伊朗除了紧急撤出自叙利亚的外交人员，嘛认为阿塞迪和平交出政权，才当避免流血冲突继续扩大。ارتش و مردم نتونن مقاومت بکنن بهتره خب شرایط رو رها بکنن که از ریختن خون جلوگیری بکنه و تخریب اماکن و مراکز مختلف جلوگیری بکنه و طبیعتاً 另外，比罗西亚提早一年家己派兵进驻叙利亚的美国，因为国防部对当地情势发展指出，会持续伫叙利亚东部驻军，防范类似伊斯兰国的恐怖组织搁冲起来。当时美军原来伫阿塞迪政权倒台了后无偌久，对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恐怖组织进行大规模的空袭。公司新闻起家人编译。咱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发表新册自传，真侪政坛甲商界头人拢来参加发表会。前总统蔡英文致辞的是学了张忠谋对半导体贡献。那张忠谋是讲到辉达的执行长黄金芬，伊钦佩黄金芬的品格甲专业。没有做任何很坏的决定，即使是比较坏的决定，也没有做多少。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伊对家己真骄傲。台积电其实经过几摆的经营危机，伊拢挺过来。张忠谋伫2018年退休了后，就开始写自传下册，用6年写20万字，为台积电创立个客起，到传领台湾，成就全球半导体头角的心路历程。前总统蔡英文也出席新册发表会，学了台积电会当正做复国新生，张忠谋功劳真大。当时有很多的产业界跟政治人物主张要开放8寸晶圆厂到中国投资。我很感谢 Morris 在跟台积电的配合，所以在这个政策公布大约2年以后，在中国的台积电8寸厂才开始正式的生产。Morris 的远见跟宏观，让台湾的半导体产业成为世界级的产业。另外，对过去竞争对手，包括美国晶片大厂英特尔，即马合理了钱，将执行长金星阁搁较互提质，甲过去捌讲过下家对手神爽，即马拢互台积电秀伫后壁。总之是技术的问题了啊，并不是什么行政的策略的问题。韩国是现在好像是乱得很啊，我这个绝对不会太帮助一个公司的。为产业竞争广告公司经营，张忠谋也表示要邀请黄金芬加入台积电。想怎么 design， 认识他10几年了嘛，所以我对他的视野啦、品格啦什么我都很佩服啊。张忠谋自传下册内容其实只写到2018年，不过最近地缘政治纷扰，说是伫2019年了后，外界期待伊会当搁出第3册。不过高龄93岁张忠谋表示正式退休封笔，自传就这一本。记者综合报道。法国巴黎圣母院2019年大火，经修5档了后，要重新开幕。法国总统马克龙佮有2000多位贵宾拢参加开幕仪式。圣母院嘛用电火唱出感谢的字，感谢这寡
救灾和重建的工作人员。在盛大的伴奏之下，巴黎圣母院登起了第一场公开弥撒会正式开始。新职人员浸全新的圣坛，象征圣母院挥别在下，用全新面貌浴火重生。Frères et sœurs, chers amis, quelle émotion pour le recteur que je suis de voir cette cathédrale pleine. 5 ans après sa destruction, la voilà à nouveau debout. La voilà à nouveau prête pour accueillir la prière des fidèles. 参加弥撒会民众客满规个教堂，安静听总主教主导词，规仪式庄严肃穆。圣母院按算为7月开始，连续8天举行重新开幕活动，位于差不多拢被定了，显示民众对圣母院个开放充满期待。圣母院也要伫10日正式对外开放，游客用伫官方网站预订，免费入去参观。I'm excited to see how they rebuilt it, the stained glass windows, the restored ceilings and roofs, and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what it looks like now. 有850多年历史的巴黎圣母院，在2019年4月15日因为不明大火严重受损。目前厝顶甲尖塔这的建筑拢受了。原本有固定期爱开数10年，不过总统马克宏承诺5年来完工。火灾季节，就马上将附近的区域封起来。同样数千的工匠、艺品修复专家甲技术家用古法详细修复每一个受损的部位。干那厝顶就用1200张树木，修复期间佫拄着新冠疫情封锁，因为圣母院建筑甲文物拢有数百年的历史，修复过程除了建筑公司，也有机会探勘圣母院的地层结构甲历史建物。按算5年修复的钱，开超过大票287亿。目前大教堂部分沿着厝顶的基座等咧完工，伫火灾进前修复拆除的雕像，会伫2025年顶半年重新安装。7日的开幕仪式有2500个世界政要甲贵宾来参加。圣母院外口点灯，秀出发文的感谢字样，向参加救援甲修建工作人员来致敬。公视新闻郑淑芬编译。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陈怡，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